用流洪台下晡4点对台南7股直达出海，当地民众是早就已经救帆布盖厝顶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下晡是去视察青昆新青山渔港，因那总统赖清德是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掌握各县市的灾情。 看过去，真侪民间的厝顶套上帆布，用尼龙丝袜绑好条，也是风吹害。台南7股西寮里顶摆互台南市风台摧残，变做重灾区，真侪厝顶互风吹走，也袂知后复原，搁面临油流风台侵蚀，关到恶梦搁发生。有公15号往天路街什么看源？ 位伫7股顶山里，监管也会当感受到风势真强，整个厝也落伫路面。当地居民加强固定厝顶的帆布，有民众烦恼出现严重灾害，激动流目屎。会惊袂啊？这袂惊，我等于烦恼啊。油流风台带来强风大雨，造成台南山区的树啊倒去地堂、高压电线，民众徛街停电，也是爱准备风台。台电人员协调了后，透风南雨抢修。 希望那个台电的工作人员工作的时候小心，对啊，我们会在这边慢慢等候的。你嘛是爱用啊，无住户嘛拢无电啊。国军是动员兵力救灾，除了协助沙包整备，也撤离盐田里的579人。随风雨增强，外界烦恼，青昆省青山渔港若出现海水倒灌，恐惊贵海争头。但市长黄伟哲下昼去现场，确保抽水站正常运作。 我们特别在加高了60公分的这个堤防，不过因为要方便渔民进出，所以这边用那个太空包来先做随时的处理。总统赖清德是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除了甲各县市通话连线，将灾害进度也对外界误解以拒绝国军协助救灾的代志做出澄清。我被误会以为，我拒绝国军投入救灾，我在这边特别说明，那其实国军几十年来，通通都是如此。除了保家卫国，有发生天然灾害，那国军也都义不容辞站在第一线，帮助受灾的民众。下昼4点左右，油流风台为台南7股附近出海，后手的救灾作业袂当停。赖总统也要求各部会注意电、水、通讯等民生需求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